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日早起，咱先来关心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伫咧天津举行。印度总理莫迪让去年搁一届访问中国，甲习近平见面。那罗西亚总统普京是真罕见伫遐停留4日，而且有可能会甲习近平也有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做伙出席9月3北京的阅兵。外界嘛关注这对美国所形成的压力。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甲印度总理莫迪两个人握手，果然镜头向正边线，看到罗西亚总统普廷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个人徛做伙。翕相时阵，普廷也主动伸手，甲塔吉克总统拉赫蒙简单的致意。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家领袖伫中国天津开新一届峰会。此峰会肩负着凝聚各方共识、激发合作动能、擘画发展蓝图的重要使命。8月30日、9月7日两天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大家注意的焦点之一就是过7年了，再一面访问中国的印度总理莫迪。虽然2020中印边境冲突的争议也未解决，不过现主席对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双方关系由敌对变作友好。相互成就的伙伴，实现龙象共舞，应当是中印双方的正确选择。हमारे सहयोग से दोनों देशों के 2.8 बिलियन लोगों के हित जुड़े हुए हैं। इससे पूरी मानवता के कल्याण का मार्ग भी。上海合作组织起源是2001年由哈萨克、中国、罗西亚、塔吉克、乌兹别克5个国家做伙伫上海宣布成立的国际组织。官网显示，目前有9个成员国家、3个观察员国，一个14个对话伙伴。一般认为，中国甲罗西亚想要用这边的峰会挑战美国。In the efforts to build a multipolar world, the countri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re essential. 罗西亚总统普廷这回正罕见伫中国停4天，一个带几多位部会首长，规模不止啊大。除了将会甲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以外，9月初3中国举行大规模阅兵时阵，可能习近平、普廷一个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会共台出现。这种会面对美国有甚么款的压力甲影响，也搁来看。记者综合报道。中国要伫咧9月初3举行阅兵，不过顶礼拜5，重庆大学的外口墙却是出现标语，呼吁都要推翻中国共产党。有学者讲，中国透过阅兵，少想要摕到二战历史的话语权，不过民众实际上的感受才是事实。社军北大日到暗时，伫中国重庆大学城一大楼外壁，有人倒影真侪北个引导中国的标语，全程放送50多分钟。网友甲伊叫做是重庆勇士。等到中国警方落入去绑警，甲投影机关起来时，内底已经无人，桌顶敢若剩一张批。批顶面写共产党犯下的罪行是坐甲无法度算，偌济人家破人亡，受尽迫害，佮批评中国就是法西斯。也那署名的日期是8月16，传出这位行动者伫这段时间都已经带规个伙仔逃到海外。我相信习近平或许想透过这样的一个阅兵的举行，来进行一个大内宣，然后来去转移他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学者认为，中国想要透过阅兵来抢二战的历史话语权，制造因是中国的形象，不过内部人民实际感受才是事实。那咱海军司令部是伫93军人节进前放送汉光41号饮食成果的影片，其中有真少出现的雄3、精挺型、反舰飞弹、南载型干净无人机等等的新装备，也展出无记有名大型补给军舰进入咱港口的重要物资接转的作业，凸显国军不管时徛伫上前线守护国家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真好天，高温普遍有甲32度至34度。敢若有家人北海岸、台东、恒春会落雨沙啊，若那西半部、南部甲山区过昼较会落西北雨。咱来看云图。为今仔日到拜四，过昼落雨的范围会扩大，而且雨嘛会变较粗。拜5至礼拜，菲律宾东边有一个低气压，因为会较倚咱台湾，所以台东甲恒春会落雨，而且各地过昼落雷公雨的几率嘛会变搁较大。今仔日是9月7日，嘛是各中小学开学的日子。高雄榜领国小经过1年的筹备，为今仔日开始
正式成做全国头一间台语的实验小学。新的学期开学的头一天，咱请咱台语台记者加入，带大家做伙来看上新的情形。 记者目前所徛现场，就是咱高雄路这个北岭国小。对114学年度开始，北岭国小已经正式成做咱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今仔日是新学期开学的头一天，一透早就真侪家长刷刷带囡仔来上课，校长、老师嘛拢徛伫大门口来迎接学生囡仔。面对新学期的转变，咱来听看卖家长有啥物款的看法。对大家来讲拢好啦，因为即摆囡仔拢袂晓讲台语啊。 啊，所以讲哦，若讲台语是上好啦。啊，你像因自顶学期开始上嘛，啊，你感觉囡仔台语有进步无？本来平常时啊，就拢有咧讲台语啊，嘿。啊，我咧讲的，伊拢会晓听嘛，会晓讲嘛，会晓迄落啊。啊，我尽量拢甲伊指导一寡较古早的台语啦。建议就是讲，主要的学科还是爱正常安尼教，啊，台语的课程，就是会当在地做结合。北岭国小经过1年时间的筹备，顶学期已经是实际来推使用台语上课。目前全校学生拢总有66个，其中1年的新生是全校上侪一班有16个。在台语专业师资的方面，这学期开始有4位经过台语认证的老师来加入教学。校方表示，因知影这条路无好行，不过加在北岭的老师、家长、囡仔拢真共心，因会一步一脚印继续行落去。以上就是现场上新的状况，咱从镜头交登去台北。 感谢加入伫咧高雄的连线，初来新的制度要保护大家知。高铁为今仔日开始实施安静车厢的这个制度，民众坐高铁若是要讲电话，就要行去车厢的门口遐讲。手机啊，若是有放影片，就要会记咧挂耳机，较袂去共插着。另外，若是占用车厢的航路讲袂听，害人无骹路通好行，高铁会使继续甲载。坐高铁的旅客请注意咯。 高铁伫9月有一项新制即要实施，为了维护坐车特殊甲品质，高铁实施宁静车厢。未来旅客想要伫车厢内底讲电话，爱来到车厢门口讲。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可能有些人在睡觉，然后被你吵到，他可能会觉得不满意。高铁上面可能是在休息、在睡觉的，就不会因为你的声音所以影响到。 有部分的家长烦恼讲，宁静车厢实施了后，带囡仔家长要安怎？高铁认清宁静车厢是对使用3C 产品、对着红婴仔也是细汉囡仔，也是其他疾病因素影响自主能力的旅客行为，高铁提供协助。未来高铁车厢除了讲电话，爱来到车厢门口看影片嘛，爱挂耳机。另外，伫车厢经过通道、车厢门口也是车站地板，也拢袂使坐，也是倒着。一直口讲无爱听，会使卖使。伫破坏做部分也改做优先式。 可是他坐着应该也是有相对的危险性啦，可能不小心被踩到手指头之类的。坐高铁的话，我们都是靠高票价嘛，那么希望是一个舒适的环境休息。如果他还是决定要坐的话，一定是就是站着相当不舒服。高铁要自己去解决那个运量的问题啦，不要高铁坐得很优雅，但是乘客就是不舒服。 学者认为，高铁必须先解决放行李所在无够问题，才法度避免旅客行李箱无所在通放。也若商务客若是有讲电话需要，伫山顶当时也可能造成坐隔壁人的困扰。要怎来提升坐车的品质，又可使避免旅客无方便，高铁依然需要详细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 过去医疗欠人的困境，包括内外科、妇产科、儿科、甲急诊科住院的医师，人称在是招袂甜。不过，这5年医师的人数有增加，敢若剩儿科犹原是无够8成。过来看联合报，福岛的核灾已经14年啊。卫福部根据边境检验的结果，认为已经无啥物风险，宣布解除日本食品销来台湾的限制，会取消达辉辐射的查验。过来看中国时报。 根据审计部的资料，过去1年全国早期财务的损失差不多是1200亿。虽然修法有加重早期的刑责，不过这2年判刑超过3年的，竟然敢若有0.2%，呼吁量刑都要法制化，互判决有约束力。讲到诈骗，即摆是世界赢赢杯。刑事局公布全台湾车手上济的银行甲邮局，发现车手上济会伫咧下晡1点。 还佫有半暝12点的时阵出现，即卖为着要加强防范，
全台湾12间邮局的 ATM 规定暗时11点至饭点过3点这个期间，若领钱一届敢若会当领1万块。其他都不知道，原委都不知道。 30岁姓陈的男性看到警方骑过来，实在是错一条。原来警员为着掠车手，假扮做投资者，甲男性相约买面交50万。掠到男性了后，伊才讲伫面册看到一工领1万的工课，落厝了后才知影是做车手。因为即马全台湾诈骗真严重，进前刑事局公布，全台湾10个车手定去的所在，亲像内部学府邮局、合作金库3间分行、第一银行西门分行、甲湖口邮局、台北南洋邮局、甲国泰人寿3家。 海山通信处为了杜绝车手不法提领，中华邮政在12间 ATM 在特定时段提领，每笔限额最高1万元。就这个时间也没有什么人会来这样，所以其实也还好。提领那么多的，有可能就是车手，可以杜绝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因为像这附近很多可能像是晚上的场所，都可能需要继续用钱，然后领的话，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中华邮政回应以台北南洋邮局做例，暗时时段 ATM 交易量每天大约6条到8条。这个措施敢若调整高级别的领钱金额，会影响民众领现金的权益。刑事局统计发现，车手真正领钱时段是伫半暝12点甲下晡1点，领的时会挂喙暗，一直换卡。领的地点选伫交通方便的交流道，也是捷运站附近，方便车手来来去去。 老年人在家，所以通常会是在上午的时间开始进行这个诈骗。被害人可能就在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转账的动作，然后车手就开往在1点多左右做提领。通常造型诈骗会发生在晚上，就你有独处的时间，所以这主要就是因为车手会这个时间来提领。专家指出，车手除了领钱有定领的时段，地点也拢会经过，会找较无警卫，也是较少监视器的环境。另外，除了车手领钱的这种传统诈骗。 呼吁政府也要关注金额较大、虚基汇白诈骗，这当阻挡诈骗愈来愈严重。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贷款有诈骗集团用网络的群组来拐人投资，甚至甲受害者的不动产提起贷款，拢总有26个人受害，损失有甲4500多万。目前刑事局已经甲5个嫌犯全部拢依法上班。 刑事局摕钞钞票到家己水上掠诈骗集团洗出来的洗钱地点的老大，因为因甲境外诈骗的机房对接。手机啊，你手机啊。警方接到情报，有民众互境外赖投资群组管，陆续汇1000多万的现金。这个现金则搁互姓毛的贷款通路商委托，互唔知影事实的地政师，甲被害者名下的不动产抵押贷款，转手交互集团面交的车手，有26人哄骗，受害金额有4500多万。警员先伫台北家己发动4波敲索，掠洗钱地点的车手、贷款通路商等5人全部移送法办。现场共查扣现金2万多元。 手机及中介贷款契约书等赃证物，并针对该集团犯嫌向管辖法院申请裁扣不动产1处及银行内40多万元存款。这案子你知道什么？你从头到尾只知道你来收钱而已。就这样而已，其他都不知道。 原委都不知道。警员记做投资者，甲30岁姓陈的男性约伫台中潭子街头面交50万，姓陈的嫌犯出现，警方就前去甲伊掠开。伊家己讲是伫面册发现一工领1万块的高薪工课，因着了才发现是诈骗收钱的车手。陈嫌招逮后，随即遭法院裁定羁押。台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以陈嫌破坏公众对金融市场和投资机会的信任，对社会的危害深远。 向法院求处有期徒刑8月以上之刑。警方表示，诈骗集团以公益社团高股小投资，甲人城、甲人诈骗。那姓陈的嫌犯是互地中地检署是嫌犯诈欺、洗钱、组织犯罪、甲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起诉。呼吁民众伫网络找头路爱洗钱，较免变做诈骗集团的共犯，就要去自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关心这个火灾的消息。 伫桃园中路站火透早有徛架，那像是电风烧拍电钻导火。因为这3楼是骨塌起嚟的铁厝，有5个人掉伫内底，而且其中4个是囡仔，不得今仔日就要开学啊，想袂到煞不幸过往。天拍破光，巷仔拢是救护车甲消防车。因为桃园中路龙安街一个徛架，礼拜日透早5点发烧火烧，消防人员全力抢救，甲火势拍发了后，煞发现3楼的房间内底一个大人4个囡仔已经明显死亡。
根据了解，第2楼的姓叶的阿公甲阿嬷发现厝内着火，就马上走出去。不过因的3楼是搭铁厝的，第3楼的35岁姓黄的新妇，佮有一对9岁、10岁的囡仔，和亲情2位囡仔拢未赴走出来，不幸过身。出勤32辆消防车及71人员抢救，到现场为3楼铁皮架盖建筑物，那火势已全面燃烧。那经抢救后，于3楼发现5名受困民众，那火势已于6时17分扑灭。这场大火，让真侪家庭无法度团圆，4个囡仔等未到9月初1开学。大火原因好亲像是电通的电线烧拍电，窗仔甲外口的壁拢烧甲臭焦，让火焰熏甲乌起。我是听到我隔壁的在那边叫救人啊，救人啊，救小孩呀、听到哔哔叭叭的声音，那就一定电线。对，现在检查。通市长张善政除了爱消防局赶紧理清大火原因，也要求社会局提供必要的协助。另外，教育局也协助学校对过身的囡仔读家班级进行辅导，希望相关的单位陪家属渡过难关。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印尼发生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的军家，至少造成6个人死亡，100多个人受伤，而且有几百个示威者互抓起来。这条暴动是因为民众不满国会议员唔但是食好做轻巧，还佫有特权，甲百姓艰苦的生活完全是天差地。即马印尼总统临时取消拜访中国的行程，亲身主持大局，呼吁赶紧恢复秩序。上千个学生甲民众伫咧路下大声喊口号，抑搁伫警局甲议会外墙顶头喷字，顶头写凶手。印尼发生大规模抗争，一开始是抗议国会议员的大房津贴、海外出差津贴，抑搁其他福利伤好。因过民众说是生活压力大，教育经费无够，要让示威变做暴力冲突，警方下催泪瓦斯，示威者等石头引火，真侪店公共设施互人放火。Pemantiknya adalah kejadian semalam, innalillahi wa inna ilaihi raji'un. Saudara kita ya Bung Afan telah lagi-lagi menjadi korban, dan itu saya jujur menangis melihat semua berita-berita yang ada. Saya muak, saya marah, semua emosi tercampur dalam diri saya. 本来民众要人走去高官甲民代大所在，礼拜透早，一群人走入去财政部长伫亚家大官舍，甲一寡值钱的物件抢走。亲政府的国会议员伫咧亚家大高级处，要上百人走入去内面破坏抢劫。因为暴动，首都有一寡银行甲企业叫员工伫咧厝内上班，学校提前停课，抑有一寡地方政府宣布宵禁。示威活动已经造成几多个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几多百人被逮捕。律师团体叫警方赶紧放人。总统普拉博沃本来这礼拜要去中国参加利剑胜利80周年活动，怎么不去啊？ Karena dinamika di dalam negeri, Bapak Presiden ingin terus memantau secara langsung. Beliau juga ingin terus memonitor secara langsung. Kemudian juga beliau ingin memimpin secara langsung dan mencari penyelesaian-penyelesaian yang terbaik. 因为各界压力，印尼几多个政党紧急协商，宣布撤销有一寡争议性较悬的国会福利，包括相关的津贴加海外访问津贴。总统普拉博沃礼拜甲几多位政党领袖做阵开记者会，强调政府就爱听人民的声音，也过也严厉打击暴力加破坏行为。Para pimpinan DPR menyampaikan akan dilakukan pencabutan beberapa kebijakan DPR RI, termasuk besaran tunjangan anggota DPR dan juga moratorium kunjungan kerja ke luar negeri. 这场动乱是普拉博沃政府成立以来上大的考验，示威是毋是有法度真正推翻制度的改革，也我爱看。但是印尼是毋是有法度伫咧短时间内化解这场危机，恢复稳定，对国内政治版图的影响正大。 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我来关心巴基斯坦即马当是梦见雨季，因为落大水，河泉做大水，溪水的水位是中悬甲有史以来上悬的。目前已经有超过850个人无命，东北部有1400个庄仔头是潮拢引起。当地官员讲，印度的大水坝因为伫咧这个时间下水，嘛，互灾情变甲更较严重。
伫巴基斯坦东部甲印度交接的地区的溪流水位愈来愈悬，已经无家可归的村民只好机会放下，坐来甲因救的船离开。 We don't know where we'll go, or when we'll come back. Everything we built is underwater. 旁遮不幸拄到39年来上严重的大水，救援队来来回回甲受灾户带去较安全的所在。因故真侪人因为唔甘要因的生跳甲家伙，一直拖到实在是无法度啊才离开。 政府为了要安撫民众，也个派专门的接驳船来载因的牛。 We fear thieves. We don't want to abandon our animals. The water is rising fast. There are about 300 villages in this area. 旁遮埔的官员讲，伫边境靠海的一个村，水位已经到几60年来上悬。巴基斯坦指控是因为印度无互人有够的时间准备水库向向放水，不过印度讲大水库才是主要原因，并且讲事先就发警报。 巴基斯坦即马正拄到连续地面大水影響，當局警告真濟所在也正危險。 कल हम एक्सपेक्ट कर रहे हैं कि 7.5 से 8 लाख क्यूसिक पानी यहाँ पे आएगा। टोटल आबादी जो थी वो तकरीबन 3,66,000 लोग थे जो दरियाई बेल्ट के अंदर थे। उसमें से हम 3 लाख के करीब लोगों को इवैक्यूएट कर चुके हैं। जो बाकी रह गए हैं उसके लिए 三條主要的溪流拉維湖、沙特里湖，一個切納布湖攏滿流出來，超過1400個村莊河水淹去。 雖然巴基斯坦的温室氣體排放量無到全世界排放量的0.1%，不過算是全世界受到氣候危機影響上大的國家之一。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烏克蘭前國會議長帕魯比喺路邊著被槍轟彈死，這個嫌犯假做是外送人員甲伊開槍。目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已經下令，要趕緊查清楚，目前無排除是羅西亞做的。 受害者都伫个主题区边仔人行道顶面，警方伫现场用封锁线来围起来，一直伫个搜证。乌克兰前国会议长帕鲁比伫当地3日，互人发现倒伫个西部城市利沃夫的法兰基夫斯基区的路边，身着被枪死亡。 І я наголошував не раз, в той час, коли українські воїни захищають не тільки Україну, а весь вільний світ і Польщу в тому числі, ми хочемо знати, що поруч з нами є надійні соратники і надійні побратими. 乌克兰警方初步调查发现，附近有监视器翕到嫌犯形象过程。嫌犯假做外送人员，头壳戴安全帽，骑电动脚踏车到案发地点了后，就等伫路边。伫前国会议长帕鲁比经过人行道时，就缀伫后壁军装，开枪杀害帕鲁比了后，赶紧派外送箱离开案发现场。警方伫现场搜证了后，就已经找到7粒枪支壳。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54岁帕鲁比伫2016年4月到2019年8月担任乌克兰国会议长，也是2013年到2014年中间，呼吁国家甲欧盟建立更加紧密联系抗议活动领导人之一。对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3日公开谴责，也答应要展开调查。当地警局局长认为，嫌犯经过详细计划犯案，无排除可能牵涉境外势力，包含罗西亚参与犯案的可能性。政治分析家苏维雷达分析，这个案件可能是罗西亚情报人员进行潜逃行动，也可能是 乌克兰内部的亲罗西亚势力也是反对派系，即期国内情报系统可能出现疏失，才互帕鲁比无害。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以色列预备轰炸也门的首都，甲也门的叛军青年运动支持的总理方式。青年运动已经证实这个消息，而且嘛放条讲因绝对会报仇。 也标记发口号，也门民众组织伫首都沙那表达支持加沙民众的诉求。以色列200空袭也门的首都沙那，传出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武装组织所支持的总理拉哈维伫空袭当中死亡。青年运动旗下的马西拉电视台马上也证实消息。 ونعلن استشهاد المجاهد أحمد غالب الرهوي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في حكومة التغيير والبناء مع عدد من رفاقه الوزراء حيث استهدفهم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مجرم الغادر في ورشة عمل اعتيادية تقيمها الحكومة لتقييم نشاطها وأدائها خلال عام من عملها. 拉哈维是2024年8月开始做青年运动掌控的北也门政府的总理，主要负责行政的工作，军事相关的工作是由助手穆夫塔负责。伫牺牲了后，穆夫塔会接任总理。对了，拉哈维包含能源部长、外交部长等等，拢因为空袭死去。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祖也伫30表示，针对青年运动组织的领导高层发动唔捌有的致命打击，正是空袭行动断死青年运动的总理、部长甲其他的政府官员，这也是以色列第一届伫军事行动当中杀掉也门叛军的政府高层。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才可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有一份川普政府内部的文件，美国正在考虑接管加沙至少10年，要将加沙转型做高科技产业园区加度假村。不过，当地人口安怎安置是上大争议。计划内底有讲到加沙200万的居民爱暂时或者是永久搬走。那主动搬走的会当摕到5000块的美金，还有4年厝租的补贴。澳洲礼拜出现反移民示威的活动，有几千人去行路，要求政府都要结束大规模移民。在第2大城墨尔本，甚至还阁发生警民的冲突，有警察甲示威者喷番茄仔水。为苏格兰来的3兄弟仔，因创下一个世界纪录，因用139天鼓手鼓船为秘鲁下过太平洋去到澳洲，打破罗西亚的探险家原地160天的纪录。因这届是为着清洁用水的计划，所以展开这届行动。目标是要装到100万的英镑，即嘛是已经超过70万的英镑啊！继续咱来看美国这帮华盛顿国民队30的时阵举办台湾日的活动，咱台湾的啦啦队去现场表演，副总统萧美琴嘛透过影片开场。所以咱来看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伫咧华府的报道。美国这帮大联盟华府国民队球赛开场，大电视顶面出现神秘嘉宾。Hi everyone, I am Xiaobi Kim, Vice President of Taiwan. 伫大电视顶面，萧美琴以中华民国台湾副总统的身份来出现，经由52秒影片重回华府。主办单位烦恼遭到中国的抗议，进前是真保密。因那萧美琴也用棒球、球棍代表两国的关系。Like in America, baseball is loved across Taiwan. It brings people together. Today, we honor our friendship and the values cherished by both the Taiwanese and American people. 这场比赛由台湾球团向球团争取以互惠方式筹办台湾日，1000张的套票拢卖了了。现场的球迷穿着台湾的球衫来支持。开场的表演相关是来自台湾。中华职棒乐天桃园啦啦队乐天查某囡仔演出10分钟的应援组曲，吸引侨胞来看因的风采。我们台湾艺人文化呢，就是你可能看过一遍，你第2次就可以跟上了。所以我们希望在球场的时候，我们边跳1次的时候，大家可以跟上，立马跟上。在上一个球场的时候，我们就是跳1遍，然后旁边的吉祥物就跟着一起跳了。对。伫华府举办台湾日，咱国驻美代表朱大雷也到现场来支持。不过，这阵正是台湾内阁改组时阵，驻美代表是毋是出现变动，也真受到注意。之前有媒体报讲，咱国伫美国的代表要交予国安会副秘书长徐思俭接任。针对这消息，现任的代表是为公了事实。这是一个假设性问题。台美关系，历经了这个台湾的大选、美国的大选，确保台美关系的这种连贯性也一直维持的。那至于人事问题，我想。外交部已经说明过了，对不对？因那这个关税谈判，朱大雷讲，双方将以包裹式谈判，争取加半度退关税，甲20%的暂时性税率，斗阵来讲甲更加低。因那行政院副院长田立军是毋是伫9月重回华府来协商？伊是讲有需要就会来。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感谢主持连线，再来看立法院为8日开始新的会期，这个会期会拄到大选。国民党拍算推动军公教年改、甲公投、北大选等等4个大法案，也阁有民众党支持地方制度法的修法，甲民进党立委嘛呼吁党团注重关税冲击，希望先推动民生法案。立法院第11届第3会期是史上上长会期，才拄结束。虽然新会期9月初开始报道，有新会期毋但是预算会期，也拄好是连接2026大选的重要会期。除了预算以外，国民党会优先推动包含地方制度法修法、公投合并大选这4大重要法案。不管是公投绑大选啦，还是军公教年改啦，我们一定会跟白营做彻底的沟通协调，互相理解之后，然后再推出各自的版本或整合的版本。
地质法修法会甲地下市250万人口标准提调，无论人口侪少，拢会设3位副市长。由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被看好的条件，会甲新北市长，所以也被称作李树川条款。军公告年间是要停止一年减少退休所得替代率，另外有公投合并大选甲一般性补助款立法。也民众党团原本就强烈推动公投合并大选，也表示我向支持地质法修法。国民党甲民众党渴望国际合作。我们有通过的还是公投绑大选的部分啊，还有国内移转投票，干部产生以后才会讨论。公投绑大选确实会造成混乱，这个其实应该不分政党，都不要让这种情形再发生才对了。蓝白两党要优先通过的法案，通通都是政治，而且是高度的政治。林俊贤批评国民党甲民众党的优先法案政治性质依然真悬，呼吁民进党团伫面临关税冲击情况下，推出法案也以民生优先。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内湖最近几个社区拢出现高山啊，这5年就通报64件，占台北上济。农保处认为讲，因为这社区较靠近山区，民众会种果子，这有可能是高山啊走来的原因。狗仔伫徛街厝顶行来行去，就算附近有人，狗仔也惊伊个。这发生伫8月30日下晡5点左右，台北市西湖国中附近的社区，向有狗仔出现，民众赶紧把这个画面翕落来。去年就有猕猴，然后在那个市场，我觉得它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地点上，就是它蛮聪明，它会一直找地方去啊，找有没有吃的这样子。其实23号民众伫内湖高中附近翕到狗仔，正伫过大路。去年9月信义区也出现狗仔进入去社区，伫林荫树顶边食林荫。根据统计，台北市109年到114年7月，总共接到274件狗仔通报案件，内湖64件上多，北投主年甲旧年拢是3件。不过今年这个7月就已经通报30件，成长10倍。野生猕猴若出现在这个社区，担心小朋友被受攻击啊！野生的动物，人类没办法控制它。农保处讲，继续收集狗仔出现地点的资讯，伫通报所在设置该城里的人啊，也研判山区甲徛街中间是愈来愈瓦近，加上民众正临近这果子树，这有可能是狗仔愈来愈接走入去社区要找这因素。有些民众他们会在住家周边会种一些果树，像是说芒果啊、龙眼等等啊，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吸引猕猴下山，然后觅食。农保处提醒，若发现狗仔爱遵守、莫接触、莫干扰、莫甲饲食这3个原则，避免引发冲突。离开现场了后，爱赶紧通报农保处来处理。强调台湾高山啊，虽然已经不是保育类动物，不过伫无危害之下，就甲抓起来依然会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政治相款，最近当咧画人行道，不过有点头讲因事先并无收到通知，即摆画落去啊。进货车无通插，人客嘛无地停，已经有40多间店头连续反对。不过市府是讲，这是地方的共识，会照常来施工。街路人真多，车也一台线一台。台中市沙鹿区正义商区的北势东路，伫路径画设标线型的人行道，街路人表达支持。不过店头是批评影响进货甲消费者停车，感觉是真不方便。人车争道啊，对，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危险性就比较高。毕竟，虽然现在大家都有礼让行人，可是我们的环境还不是对行人这么的友善。我认为这个有增设这个人行道部分是非常恰当的啦。人家会怕啊，人家会怕来买东西会罚单啊。早上很多人就讲了，这样子他跑很远地方找停车，这样啊麻烦啊。当地有40多间店头讲唔知影，赶紧发起连署声明反对。台中市建设局是强调，工程施工进程已经向地方说明取得共识，并且请当地里长设计宣传，会用渐进的方式分段设置，保障民众甲学生用路安全。很两极啦，有的人同意，有的人反对吧？对啊，但是是否可以协调，让大家更便利嘛？方案经交通局、警察局、公所及里长多方研议取得共识，并通过相关审查。市府施工前已透过里长广宣，并采渐进分段建制，目前已完工路段，广获民众支持。建设局讲，人行道改善方案得到交通警察、公所里长研议，并且处理共识。威胁范围是北势东路、北对北中东街、南到东营路56项路段，正完成路面标线甲路口挖角的围设。有加3工了完工，会设有来垃圾的停车线，袂影响民众停车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爱出去行道的人，即马有新的选择啊！阿里山新的观光列车心理号即马公开，这是头一台森林铁路的火车，头一台有自动门的。9月份会开始测试，按算明年就会正式营运。全新的心理号第一摆出来，设计包含3大气象，包含蒸汽火车头，也就是火喷车的临体屋，阿里山红配合成公斤的外表，安全性的提悬是历代第一摆有自动门的临体铁车，降低乘客误开风险，车厢时间也早到。将自9月1号起启动相关检测及试车作业，预计在115年投入嘉义到阿里山区间本线的营运。心理号是向做作的话，就拿艺术来号名向山林致敬。即摆采买5台机关车甲160的车厢，开超过11亿，未来定位阿里山临体本线各界列车，因为打造成本伤过大，票价也甲即摆列车无同。林铁已经很久没有新的这种全新的列车进来，然后看到它也许多的创新哦，因为像再来它就有电动门，然后还有 LED， 非常惊艳的。那就是他们在创新啊、设计啊，然后会比较偏向于就是日本啊观光列车那种的设计。看准观光列车上机，除了电梯以外，代替这几年推出观光列车，外国纳赔甲游客套票699块起。西伫华东中国的山南号配合特休的食面，今年上山海丰号是主攻少年客群，票3500起跳，外包好旅行社经营，并且好甲环岛之星有无同款一线旅程。位于西专台环岛之星，车内提供食面5路设施，锁定亲子市场，休假期间每日拢有得赛。假期间我们5、6日几乎都是全满的状态，那在周一到周四的平日时间也都有80%满。海外的平台也有做一些销售的合作，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海外客群上面来讲，也有逐步在增加当中。台铁统计，2024年观光列车收益有1.3亿，在改制国营公司了后，也继续扩充观光列车车队。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嘉义市较早行中派出所改建了后，即马才正做是青年创业的基地。即马有办展览，希望让更较侪人来了解嘉义旧城历史。用展览的方式来紹介嘉義市舊城兒童的生活甲產業發展。嘉義市的中正路佇日本時代合作兒童，為迄當陣開始就是在地人生活中正重要一條街啊。透過這個展覽，要讓人更較了解嘉義舊城發展的歷史。這個展覽啊，就是咱策展單位和咱店家做伙來策展的，嘿啊，伊就是一個唔是民間嘛，唔是政府的狀態。我是感覺足趣味的啦。這個展覽的所在，真正是一間派出所，負責的範圍就是中正路這片區域。2002年在拆了後，將做是警察局放物件的所在。嘉義市政府透過舊城創新的計劃，保留派出所的外觀，改建內底空間，將做展覽甲青年創業的基地。我們必須說，就是其實嘉義可能是繼台南之後，才開始慢慢就是地方創生比較有在做這件事的一個縣市。然後因為台南現在已經太多了，然後我覺得嘉義他們慢慢有做出來自己的一個特色。新中派出所它剛好是在中正路的中心，然後也是可以擴散到其他街區，所以我們就是以二通作為主題，去用二通的生活脈絡，去跟來新中派出來西門交誼創新所的旅客去介紹嘉義市。這間3層樓的派出所，在2020年5月改建完工。為着要推廣舊城文化，配合附近的店家舉辦展覽到10月底，刷落來2樓甲3樓會提供地方創新的團隊來進駐，要替嘉義的舊城區帶來改變甲發展的創意基地。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在新竹的一間動物園內底，有一個照顧員叫做李義春，伊佇遮照顧犀牛已經18年啊，是真盡心盡力，而且嘛甲犀牛當作是親人同款，培養真好的感情，所以真儕人攏甲嫌伊是犀牛爸爸。看到李義春犀牛隨行過來，因懵懵咧。伫動物園已經照顧犀牛祖孫啊3代的李義春是犀牛通，犀牛身體安怎？問伊就對啊。有些時候它可能身體不大好，它那邊會比較稀啊。像拉稀一樣這樣子，然後我們就要注意它。其實那時候對犀牛是抱持一種那麼大的動物，蠻怕它的了。
从怕他，然后开始慢慢跟他接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可爱。过去做这军人李岐春退伍了，因为真介意动物，就来这做动物照顾人员，一做就是18冬。即马对伊来讲，西牛就那亲像亲人同款，所以当初拢叫伊西牛爸爸。很多的细节都要去照顾到，然后还要去分隔出来每一只犀牛是谁，然后它需要什么特别的照顾，然后另外像犀牛也会回应它的呼唤，这些很多小地方，我觉得都对这个名称是名副其实的，当自己的小孩一样啦。其实我要讲一个，就是我没有把这边当成我的职业，其实我是把它当我的事业一样。我下班会回家，我放假我都还在看监视器，我的小犀牛怎么样？用心照顾李岐春甲西牛之间培养出互相信任的关系，也实现家己对保护动物的梦想。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高雄的寿山国中举办海外青年英语服务营，今年有4个美国职工来这服务，提升学生听甲讲的能力。而且因嘛做伙斗电脑送去偏乡，唔但帮助弱势，嘛互资源循环再利用。职工甲学生真斟酌在清电脑的主机，甲需要软体关入去，每一个细节拢真讲究。因为这寡人管的电脑订做了后，要送偏远家庭的囡仔，互资源通搁再利用。我们送他们一个电脑，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一些龙眼，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很多东西，然后我们送他的东西，然后他们还会送我们回来。看到小朋友收到电脑的时候很开心，所以就有成就感。我很喜欢这个地方，所以 I know I wanted to com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这是为海外职工来自美国出名大学的理工学系，有人想要了解老母的故乡，跨海来做职工，由美国家庭的囡仔想要体验无同款的国情，配上电脑，教学生英文的过程当中，因感受到台湾的人情味。一个一个步骤把它换成新的，在经过测试之后，也是我们亲自打包，然后送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帮助一些需要这些资源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但我们自己的孩子受惠，就是他们学习到这个重组电脑的经验，那我们也帮助了偏远学校的孩子在家里面可以跟家长一起使用。学校表示，最近1年半已经募集搁翻新上100台电脑，并且甲伊关起偏远家庭，希望电脑互囡仔学线顶课程的时会当搁较舒适，无像较早敢若会当用手机的任务来学习，安尼也通提升学习的效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培养优秀的学生，台湾大学9月份试办高中生进阶课程5年的计划。这个计划邀请建中甲北一女等5间学校，拢总100多个学生去台大修课。以后因若是去读台大，会当申请拄学分。台大甲建中等的校长做伙翕相，代表启动课程试办计划，为着抢先培育优秀的高中生。台大9月开始试办高中生进阶课程5年试办计划，由特聘讲座和专任教授负责。中学期开4门课，下学期5门课，有微积分、普通物理、心理学、经济学等课程。也请建中北一女师大附中、中山、成功5个学校得到学校推荐的优秀高2高3学生，134个人参加。经济我们是找了，也是我们这个中外研究院士李怡婷李教授来教这个课程哈。心理这课程我们找了梁庚成国家讲座。台大指出，高中生会使伫拜2甲拜4放学了后到台大修课，每学分1150块，中价收入户免钱。未来若是考调台大，会当申请学分抵免。这届报名以高2生为主，上这一学期修1门课，避免影响到高中的学习。透过这样的学习，也让他们可以离开高中教育的现场，到大学这个知识的殿堂，好，就像一把钥匙一样，打开这个知识的殿堂。很重要是可以让他们实体去感受到，台大优质的整体的学校的氛围。虽然试办敢若限定5间高中，不过台大强调，试办1年了后，若准成效袂歹，也希望双北的大学会当做伙试办，搁再扩大到其他县市的大学，互高中生提早上大学的课程，学习搁较深入。若准修课通过，这也是学生宝贵的经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鼓励学生惯使用台语来创作，理工局台语文教基金会办第2届100字写台文的比赛。今年报名人数是去年的4倍，而且唔那是台文系来报名，
有真侪是读护理、新闻或者是医学系学生。伫斗六个走秀团的热烈表演之下，颁奖典礼正式开始。这是李江区台基文教基金会举办120写台文的比赛，今年是第2档啊。秀英含蕊芳成梨，也会抹粉点胭脂，打扮一身才标致，天生自然无挑剔。这位是今年得到大学组优等的市定瑞，一届以秀英花做主题。伊讲较早伫沙丁堡、泸州，真侪人拢会种秀英花，袂去做花茶。不过因为都市化加上商品价值下降，已经无人咧种啊。伊希望用这条的方式，用文字甲伊保留落来。传统的歌啊，定定会有这款以花来做主题，这款写作的方法，所以我就摕秀英花来做我这届写的作品的主题。想着旧厝也有走，咧等阮转食饭，大肠就随甲小肠报喜。另外一位得到优等的是高中组的陈冠华，伊写的是你是倒位啊人，写伊对宜兰来到台北读建中，虽然真思念故乡，却因为甲厝里的人想法无同，已经真久无回去啊。对宜兰来台北读册安尼，我想要未来想要发展台语文的工课，毋过厝里的时代无下因的意安尼啦，互因想要我做的代志，譬如讲较有发展的，譬如讲医生，还是讲律师安尼。台文的读写也毋是讲普遍大家拢会晓，毋过希望少年人会当来参与来开始投入写作啊，因为要写长的当然比较困难，所以阮就讲，写100字左右就好。基金会讲，今年来参加比赛的人数是旧年的4倍，而且涵盖科系是愈来愈宽。除了台文系学生报名，阁有护专、医学系、中文系、新闻系等等，显示台湾书写的路愈行愈宽，离台语复振的目标也愈来愈近。记者陈选、王兴忠台北报道。体育的消息，咱要来看台北的霹湖国小甲固定国小，因组队代表台湾去泰国参加2025年的卡国球世界杯。比赛当中，咱的选手是配合了真斗大，攻势嘛真强，落尾手是拍赢香港，摕到世界冠军。穿蓝色白色球衫的台湾队选手，靠一个大声话加油了后，比赛就开始。如果对战香港队，台湾选手把球牵入去反弹网，弹回来时对手无接到，台湾队摕到第1分，先占赢面。球场四边拢是加油的声音。头一局12分钟，台湾队先以16比6暂时领先。这个伫泰国巴登亚举行的2025年世界杯青少年沙波卡国球锦标赛，由台北市霹湖国小甲固定国小的选手组台湾代表队，一路过关连续赢泰国 B 队甲 A 队，冠军赛时对战香港。把握！最后一球，香港队传球无接好势，台湾选手下死命进攻。这个弹回来球对手无接到，台湾队摕到比赛的最后1分。最后就用这分摕到比赛的冠军。最后比数34比22，中华队赢了！这届比赛中地伫沙坡，为着摕到胜利，代表队伫备战的期间，特别甲卡白沙包来训练，强化下身的筋膜。队长吴永玉表示，徛起伫世界第1的舞台，是所有的人想要完成的梦想，即马总算成功啊！因那霹湖国小卡国球队创队30年以来，头一届进入国际赛，都摕到冠军，也创下校史的纪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台北的东关国小棒球队顶一日参加威廉波特世界小棒锦标赛，让29年是搁一届摕到总冠军。即马球队已经返来咱台湾，大家拢真热情甲因迎接。所以来台北市府嘛，按算要办庆祝的活动。台湾之光，台北公园。加返来台湾的东方国小棒球选手，一个一个挂公用的花裤。体育署署长郑世忠亲身到桃园机场接机。台北市长蒋万安因为出席大球场夏日节的亚杯活动，由副市长林奕华甲市府团队的代表接机。外口有大阵的家长甲规划热情等待，欢迎英雄摕到胜利倒转来。
人29年，东方国小伫美国威廉抱到世界少棒锦标赛得到总冠军，让世界看到台湾。望甲乡亲花头喜面，伫遮包一只游览车做伙到桃园迎接。那么万华在地乡亲都非常兴奋，从拿到冠军的那一天就一直打电话来问说什么时候小朋友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就包了一台游览车。爱拼才会赢，因总算徛起哩世界舞台。体育署长陈世忠也希望未来中央甲地方做伙合作，让囡仔更加好的训练环境。很希望未来我们也是会再跟台北市政府这边呢一起来许个愿，是不是呢？未来在东岩国小的训练场地上面，有什么我们中央可以帮忙的地方，也跟地方一起来合作，给我们小孩子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环境。卡达台湾的土地总算会当透一口气，小球员用因的训练甲身体写下历史，唔但让台湾真骄傲，也为基层的棒球点到新的希望。所以台北市府阁有相关的活动，要做伙庆祝，这真无简单的公营。公司新闻参报道。再去看世界，咱要来看分布伫咧后亚一种强迫长颈的动物，叫做熊雕。伊上大着小是伊的阿妈棍顶悬有白色或者是黄色的毛。最近有保育团体为监视器的画面，发现因已经有生脱后一代啊，大家是拢欢喜甲。英国的保育团体伫9个月进前。伫英格兰西南部的森林内底，秘密野放强要绝种的动物熊雕，拢总8只保的甲7只公的，而且伫因的分尸顶挂无线电的追踪器，即嘛透过自动感测的卡梅拉，还佫翕到细只的熊雕，伫暗时喙甲细只的食灵动物，当咧找食的画面。This is a real kind of success point, obviously, for the project. Any reintroduction project, you want to see animals breeding and then dispersing across, well, in this case, across the southwest. It's going to be a very slow progress for that. So having young in the first year is a really good point. 为19世纪维多利亚的时期开始，真侪拉长的看守员会用枪甲熊雕断死来做耍，或者是为着要得到因的皮衫，大量掠起来抬。佮加上1900年了后，英国95%的森林因为农业发展、城市扩大，森林大量的树仔互错掉等等的原因，致使熊雕的栖地愈来愈少，互因愈学找到食的甲伴侣。所以有甲1世纪外的时间，拢无佮看过熊雕出现伫咧这片森林内底。We've been monitoring the pine martens with radio tracking. They tend to frequent places where it's quite easy access, so they might even use footpaths as well. And to actually get the footage of them dashing through the undergrowth and climbing around on tree stumps and things is just amazing. We're really excited. 虽然全世界熊雕数量愈来愈少，不过并无确定统计的数字。保育人士讲，有这个成功的经验，未来这几年这的熊雕数量会稳定成长。所以今年的秋天会阁野放阁较侪熊雕。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科学家伫咧真侪年前就知影海底这种动物真巧，不过即卖有一个新的发现，澳洲有一种海底会捡海绵来当做保护喙的套仔，伊若伫咧海底石头仔旁内底咧找食的，较袂着伤。澳大利亚西南部的沙溪湾，部分海底会用一种独门的机卡来掠食物，秘诀是伫喙的上头前吐一块海底起来的海绵。Basket shaped about this size, and they will stick it on the front of their rostrum, and then use it to nose through the sediment, probe through the sand and the rocks and whatever, and scare up all the fish. And so then once they've scared up a fish, they will drop the sponge off of the front of their face, and they will go after the fish, grab it.Pick up their sponge again and keep going. 就亲像人咧去淘石，爱挂手套保护，海绵也会当保护海底咧找食物的时，袂互大石挂着伤。科学家讲，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机卡，伫沙溪湾的几个海底族群当中，敢若5趴，也就是大约30只海底会用海绵。最后是海底阿母甲海底阿囝生落来了后，带伊生活的3-4年期间，互因哪看哪学传承落去。不过嘛，毋是每一只的后代拢会当学会晓。研究团队即马进一步发现，海绵虽然会当保护喙，不过却也会妨碍海底的回声定位，也就是对惊吓发出声波，亲像声呐共款探索环境、锁定食物的能力。但是使用海绵的海底也克服这个障碍。Possibly wearing a pair of glasses in the wrong prescription. You know, everything looks a little bit weird, but you can still learn how to make do with that. You can learn how to compensate, and so that's what we think the dolphins are doing. They are echolocating even with the sponge, but they have to compensate for something
getting in the way. 相关的研究报告刊伫7月皇家开放科学期刊。专家讲，沙鱼湾的海底是唯一方发现会使用海绵的族群，因为当地几60年来拢是海洋保护区，保存完整的生态环境，也互科学家有机会对顶世纪80年代观察到今仔日，记录这种方式安怎代代传承。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预报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